是凊彩学袂到，你以后学平马来教。这口龟改做变牙齿，花玲拢袂杂色。乌暗面刷臭豆腐，上山教人圣诞夜，唱圣歌互大家听。车头捷运新建设，四口怀良古文化，欢迎大家来遮佚佗食物件，欢迎大家来遮佚佗食物件。哎呦喂，阿孙仔呀，今日是啥物日子？放学转来，我来念歌诗哦。阿公啊，今仔日学校带阮去坐捷运的，上山车头本来就是真侪人。今仔日又搁是捷运上山线新开通的日子，规上山变啊老的滚滚，敢亲像过年的。遮尔啊好康哦，校长阁会带恁去坐捷运哦。谢谢，搁有啊。今仔日咧坐捷运的时，老师搁问阮讲，四口伫倒的地号名？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无人敢知影。尾后我雄雄想着阿公顶摆教我的歌诗，我就是讲上山，想要讲真正互我摇着呢。阿孙仔啊，阿公家己的歌诗，毋是凊彩学袂到的哦。迄是咧讲咱上山几啊年的历史啊！是吗？我哪会拢毋知影？阿孙诶，你毋知的代志还阁真多咧。上山的历史久久长长，哎呀，你毋知无要紧，你来甲阿公问，阿公一定会甲你讲，故意头仔去抓来，坐咧阿公豆豆仔讲互你听。啊，阿公啊，你阁要带剃头皮啊？嘿。猪头皮是怎无油的？安尼毋通讲话遮无礼貌。阿公讲过是正港猪板油油咧，正人无路通人知啊。敢有影？那安尼，阿公紧讲紧讲。好好好，上山古早名是叫做石口。三仙老公仔飘，有百年的历史是袂当黑白讲的啊。三仙老公仔飘。来。就是恁校门口迄3丛百年老树啊，因是咧保庇恁学生囡仔上课平安到读册啊。阿公啊，你嘛知影校门口迄3丛百年老树？老师讲，这3丛百年老树的名是刺桐阿嬷、不老生甲万寿翁。这我知，过来咧。好，再来就讲到上山妈祖经，乌面妈祖保护恁社。地动千里顺风来护驾，保庇信众平安免惊吓。啊，这我知啦，阿公你讲的是上山妈祖经啦，阿母拢带我去迄边拜拜保平安。哈，真好真好。咱再来讲甲古早时家人依然甲上山13庄的人，都嘛爱走来石口街，无论是坐船、骑车、行路担担。拢嘛走来做生意，花玲拢卖杂济，大项小件生活用品，拢嘛爱伫石口街做买卖啊。所以古早有一句话咧讲，来去家人担土担，转来石口当皮单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哦，无怪，上山咧古早就真闹热啊。毋对，上山遮哪有船通坐？古早若要坐船，就要到即摆彩虹桥下口有一个渡船头去遐等船啦。毋过尾啊，家人互无法度开船了后，搁再加上对大潮埕到家人的铁路开通，石口街就渐渐失去了光彩啊咯。无怪，迄边的路标写渡船头，原来是即个意思啊。廖河街古早名是叫做石口街。阿公啊，这我哪会拢无听你讲过？戆孙的啊，上山的历史久长长，讲甲你把喙手好拍甲啦。敢有影？我阁是囡仔，哪会发喙手？好啦，袂发喙手，咱阁继续来甲讲落去。咱阁讲甲上山教堂旧名叫做石口礼拜堂啊。你莫看了无点哦。虽然伊是尾仔才阁定起的，毋过八界朴素，传导济世精神，还阁伫咱大家心肝底啊。原来
到长较早是马解破书起啊，厉害厉害！我敢若知影到长有人咧唱新歌做礼拜，毋知影有这段的历史啊，是真正无讲拢毋知呢。嘿啊嘿啊。恁公司哪在提上声？要来去洗牙齿啊！哈哈，阿嬷咧甲咱话，咱赶紧落地来洗牙齿看文化。好啊好啊，我上爱洗牙车，咱紧来去。好，各位朋友、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再见再见，我们来洗牙齿看文化啦，拜拜拜拜。